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初5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金华城高问题无保请回，检方控告成功，高等法院昨撤销裁定，要求地方法院庭审，下晡2点开羁押庭。台中有警察甲撤销违规的白单，改开罚款较少的红单，拢总12个警察涉案，一个殉职升压10个警察交保。金管会采取头一届买厝，家己无厝，或者是银行答应办贷款的，自杀率族群，银行就要优先放款。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金华城这案上新的进度。民众党高问题拜一无保请回，检方提出控告，高等法院昨撤销无保请回裁定，要求地方法院就要庭审，头拄2点下晡2点调开羁押庭。另外，针对大选计效的证据，木科公司9大农业未申请停业，区议员简书培都批评高文德讲一套做一套。主席会担心被羁押吗？还是会选择拒保吗？民众党主席郭文铁早起9点半到8点，面对问题只敢若笑笑拢无回答。检廉侦办金华城案件，郭文铁本来是无保请回，并检方提控告，高院就撤销北院原裁定，发回警裁。北院伫咧初5早起9点30分开庭，就会先处理庭事事项。不管最后结果是什么，主席心里很清楚，对他的追杀不会停手。所以这是一场长期的抗战。就我个人所知，柯文哲主席在面对可能的状况的时候，他的心智、他的态度、他的立场，从来没有动摇过。民众党伫早起开记者会，应变小组发3点声明，叫全党团结捍卫郭文铁的清白。伊若是毋是会拒保？吴国昌表示，郭文铁会伫咧上适当的时间，用上适当的方法，让所有人拢知影捍卫清白的态度。伊若郭文铁的支持者也成功申请到爱国西路的一月游行路权，再度集结声援，警方出动400位警力来维安。但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阁再表示讲，木科公司8月12日讲要停业清算，验过到即马拢也未申请。一直到昨天，木可公司都没有跟商业处来进行停业、歇业或清算的任何的工作。为什么柯文哲说一套做一套哦？难道是这么舍不得木可公司吗？台北市商业处证实，一直到9月初4为止，也无收到木科公关公司申请停业、休业或者是其他变更登记的记录。民众党是回应讲，木科是私人公司，乃来问民众党。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警察局4个分局有警察拿枪甲违规的白单撤销，改开罚款较少的红单，涉嫌伪造文书、贪污、盗利等罪，拢总12个警察涉案带去问过。检方甲其中1个殉职申请羁押，1个请回，其他10个警察拢交保。台中市西屯派出所透早是照常运作，不过台中检方测试针对台中市4个分局，总共9个派出所执行所属，其中也包括西屯派出所，有几多名警察被带回去约谈。检方掌握有警察可能是受人拜托，甲开白色的警刑拘罚单撤销了后，搁再开这罚金较低罚单。不过依照规定，2只各法的法条爱同款，检方也因为安尼先发动搜索。上述涉案年警之前系于西屯派出所任职期间涉及本案。因定期职务调动而调任至目前所属分勤服务，并非多个单位同时涉及本案。经本局主动清查发现后，呈报内政部警政署政风室，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检方总共约谈12个警察、9名证件到案说明，认定1名姓李的孙子涉嫌犯公文书定在不实、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向法院下押禁见。其他10名警察是以3万到20万不等交保，1名警察是请回。警方表示，这场案件是姓李孙子等人在2020年到2023年之间，可能涉嫌违法开单，也若涉案警察本地拢服务伫咧西屯派出所，落尾因为职务调动去到各分局。这场案件涉案期间，涉案人员拢伫咧同一间派出所服务，不排除背后有人主导。那就是按闯红灯来处罚嘛，总不能因为这样子说开个未戴安全帽吧？这样他就没有按规定来办事了、会参详一下啊，因为现在钱不好赚啊，对啊，给我们反正我们也是要探钱的，很辛苦啊。
检方表示，除了厘清处罚道理对象是谁，也爱查清楚。除了追查警员含这车主敢是有熟识，也要厘清敢是有对价关系。等待案件调查清楚了后，才进一步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不三时就出动军机、军舰来扰乱台海。咱国防部公布，中国军队伫咧福建的海域演练汇船在地面部队登陆。有专家就分析，爱设置中国用民间的汇船暗号，甲归船的部队拢载来台湾。专家就建议国军爱随时掌握台海情形，在中国出头连面对当互咱看破卡手。中国军方一直扰乱台湾，国防部侦查到14架厝的中国军机、7架厝的中国军舰、2架中国的公务船，持续伫台海附近的活动。其中13架厝的中国军机下过海峡中线。而且，毋但是海空有行动，中国东南沿海嘛有地面部队的活动。国防部头一届公布，为初三开始，就侦查到中国军方伫福建东山大厅湾，甲地面部队再起离汇船的训练。自3号开始，国防部陆续侦获中共各型主辅战机以及直升机、无人机，配合2栖舰船、滚装货轮装载地面部队，在福建东山大城湾附近海域从事联合登陆演练。国人会担心会有木马屠城的效应，也就是它是一个民间的货轮，却可以整船载着2栖登陆部队，整个移动到台湾这边来哈。中国军方伫大厅湾附近的海域做联合登陆的演练，毋但是空中的兵力，亲像战机、无人机、直升机，配合海顶两栖舰船，还佫用货船载地面的部队。有学者分析，就要预防中国军方利用货船假作是民间的船仔，偷偷载人员甲装甲车渗透偷袭的风险。建议国军伫兵争甚至是战争的时期，要强化警疏，掌握台海附近船仔的动态。陈平时期，你要对这些滚装货轮做先制打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清楚的去征收这些船舶的动态其实加强注意这些船舶的动态的掌握其实就可以了。国防院学者苏浩宏认为讲，国军只要会当稳定挡过头一波的攻击，中国军方想要利用货船在地面部队进行登陆作战的威胁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现在国防部嘛表示，中国货船是长久的威胁。已经有纳入各种演训上定的设计，持续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严密掌控中国军方的动态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房市加价，伤侪人申请贷款，银行就开始实施限贷令。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金管会做出裁示，只要是头一届买厝，家己本身无厝，或者是银行已经答应贷款的这3类族群，银行就要优先提供放款。而且未来逐礼拜日，银行拢爱回报放款的状况。9月中开始，嘛会设立资讯的专区，互民众看敢阁有贷款的额度。为了解决民众无抵贷款，或者是一直排队等贷款的情形，金管会初时，阁找13间国营银行开会，最后采示不动产放款的资源，要优先提供予头一届买厝、无自家用的厝，还有银行已经答应贷款这3大类型贷款的民众。政府在放消息出来之前的可能前几天而已，我们才买了这个房子的人，那我们根本还来不及去跑这个流程的部分，那就已经被这个央行满水位的这个消息给直接错杀了，可能会面临这个违约的部分。虽然金管会提出放令银行法第72条之2，不过也是有换厝的人无下用，恐惊面临买厝贷款贷无，有违约甲断头的风险。另外，金管会银行局请银行工会要求各间银行都要建立资讯公开的专区，互民众会当查每一间银行敢是还阁有放贷的额度，预估9月中开始实施。不过会议当中嘛有部分银行业者反映讲，放令银行法第72条之2，甲有包括海外建筑的贷款，还阁有多间危老建筑产生分户放贷，金管会要爱下部会来协商。这些民众来说，如果可以排除的话，比较有助于他们去实施在都更上面的意愿。如果有一些建商要去做销售的时候呢，其实也会被排除，是不是又成为一股这个所谓在现在满水位的情况上面没有办法去抑制的一个房市热潮。如果有建商利用这样的政策，利用内部的做账，或是利用人头继续误用跟滥用政策，
要求内政部必须要透过工会了解，甚至考虑法制上的措施。下半年新一波房市销售的档期928就要到啊！有业者统计，今年台湾北部房市928的档期推案已购量达到2619亿，其中100亿以上的个案都8个。看到是无受限贷令的影响，显示易售市场也是真抢市。记者综合报道。上届工资法推动了后，劳动部头一届开审议会，确定每年的基本工资月级是起价28590块，算点钟的是起价1点钟190块。劳动部预估这届条款有257万的劳工会当加薪水，这也是民进党的政府连续第9年调悬基本工资。员工调薪没起趴，谁都自肥爽呵呵。大声发口号，工作团体伫劳动部外口发声批评劳工调薪无几趴，毋过各项事件过关，说是调几啊趴。呼吁这摆上届工资审议会至少爱调5趴。我并不希望看到的是，今天赖清德总统号称他组成的这个 AI 创新的内阁，第一个创新的作为叫做先帮这个国营事业的董事长找位置，或者是帮他们调薪。劳动部外口车闹热，因为上届工资法今年上路了后，部内第一摆举行上届工资审议会。也是劳动部长胡培山上任了后，第一摆主持这会议，伊强调，目前台湾经济形势基本面较好，却受疫后全球通膨影响，和边际劳工生活受冲击。今年元旦月薪调整价27470块，调悬1070块，时薪调起到183块。因为蔡政府连8年调悬，劳团希望赖政府继续调悬，资方是保留态度。整个台湾的经济状况。全世界的经济状况来决定高低的。今年第3季、第4季整个衰退嘛，衰退就整个下降。审议会经过4点外钟讨论，决定每年上届工资为一个月27470块，调悬到28590块，时薪为183调到190块，差不多有257万的劳工受惠。最后是聚焦在4.05%到4.12%之间了。那最后是部长做了一些裁示，就是4.08%。那月薪的部分就是28590，那时薪的部分是190。很高兴的是，我们劳资双方都欣然的接受哦。那这个也是我非常感谢我们劳资双方的朋友对我们劳动部的支持。对月薪时薪上起，上总表示月薪起幅度超过预期，恐然引起企业裁员，或者是物件起价，造成另外一波物价通膨。也认为欠工问题已经造成服业经营更加困难。胡培山强调，欠工问题看起真侪层面，不是劳动部单独应处理，会向行政院报告找出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宜兰罗东转运站今仔日启用，馆长林祖苗嘛宣布要实行 T-Pass 2300块的方案，也就是讲民众若有买1800块宜兰的通勤月票，佮有200刀1200块的月票，你摕身份证去申请，政府就会补助你700块。罗东新的转运站初步启用，每一年预估会服务500万里次。不过新的站伫火车头东边300公尺，比旧站去车头较远。也若要为新的转运站去车头的问题，民众有无共看法？那个新的会比较方便，然后而且因为会下雨嘛，然后所以新的那边也有那个停车场，所以安全帽也不会湿掉。是的啊，这还蛮重要的。怎么说？因为蛮常下雨的，而且就算夏天的话，那也蛮热的嘛，所以需要点遮阳的地方会比较舒服一点。部分的民众认为宜兰够雨水，罗东火车头去新的转运站，闸号设施无连续，对过路人真无利便。官府讲部分的路口受到技术性的问题，无法度安家护平，官府会想办法改进。人西闹热的鼓声，庆祝罗东新的转运站启用。宜兰县长林祖苗讲，争取的 T-Pass 2300块的方案即时实施，民众只要有1800块宜兰县通勤的月票。12块200套公共运输订机票，还有身份证，就会当去各度客运卖票所在申办。然后登记相关的这些资料以后，那就可以用1100块来买我们1800的月票。官府提醒，若要申请月票的补助，除了1800块宜兰县通勤月票，爱使用20天，票内底存的钱爱伫1100块以上；200套公共运输订机票，嘛爱持有4天以上才会当申办。每个月补助700块。
等于是民众开枪1块，就当使用价值5800块的宜兰通勤月票。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新营一间工厂今仔透早着火，乌烟是正高，升起到天顶，加在无人调伫内面。因为这工厂是做农药的，就惊化学物烧起来会造成危险。消防局有保持警戒，嘛呼吁周边新营盐水的居民，这窗仔门都唔通拍开，出门就爱挂喙安。对车来往外口看，会当看到乌烟真大，规个天顶拢是。台南新营工业区内一间农药的工厂，5号透早发生大火，因为厂区内是放大量农药的新品以及半新品，火势烧真紧。2个厂房，一个专门燃烧，另外一个厂房嘛启用燃烧，佫不断传出爆炸的声音。消防队的人员出动消防机器人，以及保持外围防护的警戒，将火势范围局限。我们现场也有出动消防机器人，那到达现场来做一个阻隔降温的一个功效。那目前我是已经控制，里面堆放的都是一些农药的成品以及半成品。隔壁那个是农药的，是我们的，不是。不过，因为大火乌烟是真大，台南市环保局嘛出动人力到现场监测空气品质，并且发布空气品质的提醒。目前方向是北方，有可能影响空气品质的范围是新营区、柳营区、咸水区、甲下营区等区。呼吁民众关闭门窗，外出挂喙烟，做好自我的防护。预计目前可能影响的区域大概是新营、盐水跟下营区等区域。然后也麻烦这些区域的民众能够关紧门户，如果出外的时候也能够做好个人的一些空气防护设备。目前我们也做了一个空气钢瓶的一个采样，那后续会依照后续的一个采样结果，再做依法的一个研判跟裁处。这场火警，消防队是出动30车62个人，现场燃烧的面积大约300多平，损失还未估算。不过目前火势已经控制，详细的起火原因就要等待调查厘清。记者郑云台南报道。过来诈骗的案件掠袂离，逐工拢有人互骗去。内政部推出打击诈骗的仪表板，敢若昨一天财损就超过4亿，昨日甚至是超过5亿，逐工的损失拢是几6亿的起跳。预估今年全台湾诈骗的金额恐惊会超过1000亿。你是怎么联系的？手内真侪张汇款单汇对象拢无共，请写字的老阿伯坚持讲是嫌欠少，警方赶到现场点破伊的白贼话，伊才总算老实讲。有没有要投资啊？你是要投资对不对？又阁是相信假投资，台北这个80多岁的老阿伯，坦白讲是为面册加入赖的群组，准备开15万买股票，相信讲会当有高获利。警方一直考劝，才成功甲挡落来。获准同意下检视手机对话记录，确认为假投资诈欺手法，成功消弭老翁汇款念头。早起逐工拢有真正真歹防，哪吒成功的结果占少数。为官方推出的打诈仪表板，会当看出咱国内诈骗问题到底有偌严重。新上场的这项系统为受理件数、财损金额、诈骗手法的前5名，逐工定期更新，拢会当看现现。敢若初3的财损，一工就有5亿外；初4甲减一丝啊，嘛有4亿外。毋过单日损失的金额拢是以亿做单位。推算2024年，全台湾诈骗财损恐惊会突破1000亿，甚至更加悬。你说自己会有落差，其实我们来看是应该统计方面的一些角度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这次就把所有只要165的资料会去勾稽依法报案，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诈骗数据做更完整的呈现。所以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数据其实是比较真实的，而且也比较具体的。打在仪表板的数据，甲官方较早公布的历年诈欺统计加几落倍。警方回应，以往公布的敢若刑事记录表的资料，2个毋知有争差。不过无论如何，诈骗犯罪这严重，伫全台湾拢有，安怎有效打击，才是目前赶紧爱做的。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台东县的网络社群出现台东美术馆展览场要招人的信息，一工出2000块，有真侪人拢要印。不过查证了后，确定是假消息。而且最近伫咧北管区嘛有这款诈骗的信息，提醒乡亲若要印头路时，目睭就要闭护金。台东美术馆9月甲10月的展览，场地拢已经安排好势。
不过，这2天伫台东县的网络社群所出现10月初5至初6要因8个展览的工作人员信息，而且一天的工资是2000块。不过实际上敲联络电话过，发现已经暂停使用，敢来当用信息来联络。您拨的号码暂停使用。因为我觉得公单位的真人应该不会这样子真人吧。台东县文化处随伫相关的网络社群公告，美术馆目前并无引人的活动，嘛报案处理。警方表示，全国各地嘛有出现类似利用展览要引人的资讯，目前已经在追查来源。相关单位如果需要征求人力的话，我们会在县府的公开的网站上面公告讯息，那也会有相关的联络资讯。经本分局向台东县文化处查证，当日并无举办活动或任何场域租借，确定该则贴文为诈骗广告。警方呼吁，最近国内就业诈骗的手路一直翻新，即嘛甚至是利用公部门的扛棒来骗人，提醒民众都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温度较袂着，就超过30度，有的青红灯煞爱等超过1分半时间。有议员就建议市府参考韩国伫人行道装阳伞，或者是新加坡伫咧捷运附近4公尺拢设杂黄的设施。不过其实高雄也把试办过炸一排，效果算是无啥好。来到中山2路甲3道4路交接，这位高雄路口秒数上长的青红灯，就要等99秒。这么热的高雄，真侪骑多摆人拢反映伫等待的时阵热甲冻袂调。好，那如果接近中午的时间，基本上是那个没有办法等，很热。其实你大概5秒、10秒就受不了了，在阳光底下，对啊，你就会很热了，所以我会建议设。高雄试办过甲大型热力棒设伫咧车道，却因为热力的面积无大，赛车力常常弄歹去，风塞飞顺等问题，3天前拆除。最近有民代出国考察，发现南韩伫咧人行道管顶设伫雨伞状的热力瓶，雨伞会当自动开合，阁会当喷水降温。嘛有民代发现，新加坡要求捷运周边400公尺内底，就要专门设置着热力的设施。建议市府搁再思考设置着相关的设备。有捷运转轻轨，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重大交通的节点呢，都可以来设置这样一个路口遮阳的雨伞。公务局将与市府相关单位评估其适用性及适法性，再行研议规划。这是大家常年累积下来的，对啊，不要浪费国家的钱。市府规划要设置热力雨伞等等的设备，需要考量到车辆的视线、设置的空间，嘛需要法令来规范推动，搁要研究规划。目前有一寡商圈伫咧人行道管顶有设置顶棚，未来人行道改善工程伊嘛加种树仔，增加都市树木的面积，嘛会当降低着绿道效应。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炎天赤日头，出门无偌久，就会晒甲大粒汗、细粒汗。尤其是骑车出门的人，上下班的时间就要穿外套、挂手笼保护家己，才袂晒着伤。不过，若骑去大路口，拄着爱挡较久的青红灯，都真侪人会骑去路边挡伫树荫下骹等红灯。不过，安尼做敢算是违规，敢会互开罚单呢？今仔日解破新闻，咱就请雅纯甲大家细分明。雅纯。是主播，即马热天有影日头真炎，天气真热，尤其是伫咧市内，真侪红灯拢着爱等100几秒，定定拢有骑奥多摆的民众会找有黄的所在咧停等红灯。毋过咱着爱注意，可能有危险，也是违规的状况。亲像即款伫咧货车也是巴士边仔停红灯的，咱拢知影大车的驾驶有死角。若是无看到车边有人，就起行恐惊是会出车祸，实在是唔通秘伫咧大车边啊来咧秘日头。若搁较接看到的状况，就是即种看到红灯也未到路口的停止线，就停伫咧路边，也是凶凶着切车道咧秘伫咧树荫下骹。这款的行为，恐惊是会互后壁车辆未负大动会弄到的。依照目前咱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第55条，若是违规伫咧红线、桥、圆环，也是公车停靠站这的所在临时停车，是会当罚300至600块。若讲毋是常常发生紧急状况，煞无对头前的车阵咧行，无解无代着停伫咧路中央，也是切换车道，致使后壁的车就要赶紧打动，造成危险的，是会当罚6000到3万6。
万不一害别人弄到引发车祸，搁爱派民事甲刑事的责任。也虽然目前大部分拢是劝导民众避日头，唔通去影响到交通的安全，较少真正来开罚单。不过交通部嘛有要针对着道交条例第58条来征收避日头条款。针对这款停红灯等红灯危险的行为，要加强来处理。咱大家会当穿外套下卫士裙来防晒，嘛得爱加啉寡水来预防着山。另外，包括台北、台中、高雄这个县市，热天嘛拢有缩短大路口的红灯时间，好大家唔免搁晒日晒甲遮尔久。咱今仔日个解剖新闻就讲到这，稍后来将镜头交转去互主播。好，咱感谢雅纯。再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的 Georgia 发生校园枪案，包括2个老师、2个学生，拢总4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目前这凶手是已经抓到啊，伊敢若14岁，而且同款是这间学校的学生。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接到报案了，随赶到乔治亚州的阿巴拉契中学，这伫首府亚特兰大差不多80公里。Like pop pop, and then after that, like our teacher wants to like spy out the window. It's just like everybody get down, and they can hear like 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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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 like just going off. 凶手入去学校内面开枪，造成重大死伤，老师学生拢真惊吓。一开始美籍的教授要走去美食卡球场。警察入去学校内面，家长也赶紧找囡仔。We got a call from our 17-year-old who informed us of it, said it was live on Facebook. 这间中学差不多有1900位学生，随封锁清场。有记者讲，看到一个人倒伫担架顶头，互直升机载走，大家拢唔敢相信，开学竟然会拄到死亡枪击案。乔治亚州调查局讲，正协助地方官员，也建议调查期间，附近任何人拢卖挖军。He is a 14-year-old student here at the high school. Again, he has been taken into custody. He will be charged with murder and he will be tried as an adult. 美国总统拜登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发声明讲，开学应该是快快乐乐，怎么煞变做可怕的提醒，互大家知影政治暴力是安怎伫咧继续踢破咱的社区。这件校园枪击案和枪击管制辩论更加激烈，也互家长真担心。怎么囡仔成长过程，伫学校内面进行枪击案演习，已经是真普通的代志。不过，这款事件对全国枪击法律的推测，敢若是无啥作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相战要满一冬啊！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连带这麦当劳这寡美国的大品牌去互穆斯林国家抵制。即阵汽水的品牌 Coca-Cola 甲 Pepsi-Cola 伫咧中东的销路嘛无好，颠倒是因本土的品牌是变甲真抢市。这间伫咧约旦河西岸的超市，架顶头的 Coca-Cola 加Pepsi-Cola 最近销量正歹，颠倒是当地本土品牌汽水真受欢迎。因为以下战会，美国支持以色列，和当地出现抵制美国品牌声音。خف الكوكاكولا استهلاكها البيبسي والكوكاكولا خف استهلاكها كثير خف الدليل على هيك الكوكاكولا عمرها ما سوت عرض الا في رمضان بتسوي عرض ال4+1 او ال5+1 اليوم احنا في شهر 8 سوت عرض 3+1 4+3+1 و5+1 الدليل على ايش الدليل انه في مقاطعة في خف للاستهلاك 包括全世界两大汽水品牌 Coca-Cola 加Pepsi-Cola，抑个麦当劳这款素食业者拢被抵制，销量大半。伫中东的埃及、约旦、卡达等所在，以穆斯林为主要族群的国家，拢拄着严重的挑战。伫过去几60年来，因开大钱行销，培养出真侪长期忠实的人客。本来大幅度成长的销售量，伫去年10月了，规拢挥发去。示威民众伫咧涂骹当黄色的手印，并且甲被剥掉的双手压悬。以色列第2大城特拉维夫连续4天出现大规模示威，因为6位连接和哈马斯敢若是处决同款的庆管，引起反弹的声音，要求总理纳坦雅胡进行停火谈判，来确保所存的101名连接会当平安回来。纳坦雅胡是坚持以色列继续控制费城走廊，并且强调控制加沙走廊和哈马斯无法度透过这个所在重新武装是正重要。But we also agree to begin discussions about a permanent ceasefire, and the conditions that we shall have for a permanent ceasefire must include a situation where the Philadelphia corridor
cannot be perforated. Somebody has to be there. 聯合國安理會佇咧隨時討論以哈衝突甲停火。巴勒斯坦駐聯合國大使曼蘇爾表示，接受目前嘅停火提案來停止戰爭，救所有人，包括被扣做人質嘅以色列人，一個被關起嘅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達龍是講，哈馬斯去年10月初7發動嘅攻擊，一個這段期間被殺害6位戰俘，一個迄個還未被放出來人質，國際社會攏無佇咧注意。因為一份由美國加卡達一個埃及所擬定嘅上新嘅停火協議已經完成90%，但是針對以巴交換犯人加加沙控制權已經依然無同。公司新聞張玉玲編輯。鏡頭轉來到國內來看今年第二季國際旅客來台灣嘅數量，日本嘅遊客是超過韓國排第一，那香港甲澳門嘅遊客比去年同期是加減真濟。有觀光業者表示，這遊客會減少。可能就是因為花蓮4月大地震，目前花蓮嘛打拼打造新的觀光行銷，要讓遊客來佚佗。到屏開放天燈，日本旅客真愛北台灣的鐵道風情。雖然今年第一季來台灣旅客人數下降，不過在最近日本旅客有小可增加。在台北市真有名的豆奶店，就看到真濟日本旅客。もうすごい、人も優しいし。気候も穏やかだし安全だしまた来たいなと思う。日本でも人気な観光地だから、楽しみにしてきました。觀光署上新的調查顯示，6月份來台灣的旅客，日本有76000多人，比去年同期成長3成，比韓國旅客較多。因為港澳客雖然伫咧6月來台灣人數有10幾萬人，不過甲去年比較是衰退。若是用1月到6月份的統計來看，日本旅客回升真濟，頂半年上大來灣國。花蓮觀光業者觀察到，港澳客甲韓國客真愛來花蓮耍，不過伫咧控訴控3地震了後，這兩個國家來的旅客明顯有減少。包含這個對地震的不穩定原因以及對地震的不了解，那像是太魯閣景點的這個停止整修以及封閉，那我想這個都是最大影響大家前來台灣的因素。第2季跟第3季相對來說是韓國旅客來台的淡季，加上04、03地震也影響了韓國旅客來台的意願。為了要衝今年觀光客來台人數超過1000萬的目標，觀光署佇咧8月中已經請有名的韓國明星來做台灣觀光市場的代言人。因為日本市場部分雖然旅客回流，不過相比較已經前一年216萬人次依然有差。觀光署會請日本明星來台灣翕旅遊影片，將會鎖定日本20到39歲男性，一個40歲以上的男女來加強行銷。記者綜合報道。在厝內底若有身心障礙較特殊的囡仔，父母就愛開更較濟時間甲氣力去陪伴囡仔大漢。為着要減輕家長的負擔，有社福團體設立照顧中心，提供這高中畢業身心障礙囡仔使用，嘛互父母有家己的時間通休喘。家己手中的餅分予爸爸做老爸是真歡喜，嘛真感動。孫爸爸有2位自閉症的囡仔，伊講照顧的過程是足辛苦的。為着囡仔的未來，伊講上重要的是父母愛心行出來，囡仔才有希望。我有2個囡仔，2個囡仔攏自閉症，講鬥相共其實嘛是甲我家己鬥相共。我就感覺講我毋是講每工就一直咧做照顧囡仔的代志，我嘛開始照顧我家己，來照顧別人。3、2、1，揭牌！真濟有自閉症、過動症，也是行動無方便的囡仔，佇高中畢業了後，就無所在通去。民間團體天使心家族去一棟新的大樓，提供一寡身心障礙的囡仔，佇日時的時有運動、學習、甲休困的空間。我們其實就是白天的時候，父母上班的時候8點左右，然後我們就可以進到這裡來。我們會有一些
个别化的课程，然后还有一些律动啊，还有一些维持生活机能啊，甚至是进步的一些课程。提赛新家族的两位创办人本身嘛是特殊囡仔的父母，真知影要安怎帮助这款家庭，爱先帮助父母，因讲照顾父母的心情是上重要的，有人分担来照顾长大，才有法度一直行落去。提赛新家族打造一个舒适的空间，鼓励父母来这放轻松，交朋友，将家己的心情照顾好势，才有气力帮助这寡囡仔行向未来。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乳癌是台湾女性的癌症第1名，死亡率排第2名。去年就有约3000人过身。不过，根据国健署的统计，有超过3成4合资格女性唔捌做过检查。明年开始，这体检的年岁就要扩大到40岁到75岁，呼吁女性2年爱做一届体检，量早发现，量早治疗。49岁陈小姐4年前因为流浪教师找无工课，营营得厝，某一天接到卫生局的通知，会当免费参加年房的摄影体检。无想到因为安尼确诊年癌，好在在及时治疗，目前病况稳定，干嘛需要定期追踪。目前嘛得到某一间学校的录取通知，才互伊重新找到工作甲健康。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这件事情，真的是救了我的一命，然后也让我的人生从人生失败组，然后变成人生幸福组。根据国健署的统计，去年112年，拢总有92.3万外的女性接受年房摄影检查，拢总发现5300外的年癌个案，等于是每体检169个女性，都有1个人去治疗年癌。而且因为体检发现年癌的女性，有将近6成是年癌早期个案。医师表示，年癌早期5年的准活率会当达到9成以上。在手术方面，现在很精进，有这个部分的切除。那如果很大的话，也可以有整形的，有重建的。还是发现我这个人大概有将近35%以上的人还没有接受过乳房摄影，所以我们还是借这个机会呼吁符合资格的人尽早来做筛检。医师提醒女性，除了每2年定期年房的摄影检查，当年头出现各样摄血水、有分泌物，年房局部有塌落去，也是碰出来，有定整规地，年房的皮肤有烂起的情形，都要赶紧就医。另外，为了因应高龄化甲年癌的少年化趋势，国健署嘛宣布明年开始放宽年癌体检的年纪，扩大到40岁以上未满75岁的妇女，呼吁符合资格女性定期体检，防治年癌，降低死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国民饭店顶建容积率有1142%，引起争议。附近的居民怀疑其中36%容积总值有问题。今仔日宽屏住户就遭自救会去市府抗议。自救会是批评国民饭店的结构评估，伫咧2档内是为安全无问题，转变做危险建筑是独立建商。不过，工务局表示，这建照佮有使用的执照要佮咧申请，会严格来把关。有人摇布条，有人举牌啊！高雄国宾饭店附近的住户，初五甲民代做伙到市府抗议，这个饭店的改建案当中，有36%的围绕种类用质有问题。技术竟然变到65.71，那这个数字实在是太离谱了。有一栋房子可以在这个2年内急速的变化吗？民代质疑高雄国宾饭店的结构安全评估，这短短2年就为安全变作危楼，敢有可能是咧配合建商？自救会阁讲，结构安全报告虽然是委托台北市结构技术工会，不过实际上敢若1个人来评估，公信力受到质疑。我们绝对支持高度开发840%的东西，可是不能用危险大楼来偷渡增加那36%。土层都是异化的区域，尤其像我们旁边现在有一个龙大建设正在盖在那个市中路跟大同路交叉那个龙大建设前面就摊着一大块。宽屏大会初五进行，自救会呼吁市府就要停止宽屏，重新做相关的评估。就今日爱河敢若20公尺，甲隔壁的大楼敢若计3公尺远的高雄国宾，若是改建施工，恐惊会有安全的疑虑。跟111年围绕重建所申请的耐震能力出评报告不同。后者出评报告是由结构技师考量整体建筑物的高低楼层不同，
结构系统进行计算评估。市府表示，附近的2栋徛家大楼容积率拢比高雄国宾搁较悬，嘛强调建造甲使用执照拢还未完成申请的厅数，后续嘛严格监督，维护全体市民的权益。记者高雄报道。掠鱼产拢有分几节，有袂少头家甲中人煞是软劳基法的空芳。伫咧禁止掠鱼袂使出海期间，并外籍渔工就爱签自动改聘书，也就是叫因爱休无薪假。因为这劳动部甲新北市府拢无发现问题，所以监察委员是提出纠正。这个大俗的环境看了是真大沙嘛真客，甚至伫咧寒人的时阵，连洗分水的烧水都无。这拢是新北市渔港的中人提供予外籍渔工换头路的期间临时的宿舍。这段时间渔工毋但无收入，就连食的甲住的拢要家己出钱。监察院派人去稽查，发现讲，这个生活环境毋但真歹，背后还佫有真侪劳资的争议。估是旧年就有64个外籍渔工去予头家技术性解约，签约书内底3年的工作保障嘛，规个拢乌有去。监察院认定劳动部甲新北市政府并无掌握到这个情形，所以提出纠正。捉礁渔船主说，你就是逃避劳动基准法之前的那个规定11条，因为之前要5个要件才可以资遣。那他现在就说，那你也不要有那么麻烦了，你全部都跟我们的这个移工签所谓的合意解约，因为转换雇主期间呢。雇主还必须要负担这些移工的生活照顾，但是你合意解约了，就变成这个义务就消失了。小鬼仔有真悬的经济价值，每一年的3月至9月是掠小鬼仔的时期，有真侪头家人会请外籍渔工，不过掠小鬼仔的时期若一个过，因过拢会煞落去掠白带。不过因为去年开始无法度销去中国，降低因出海掠鱼的意愿，致使外籍渔工嘛得咧无头路。那渔业期禁渔期间，渔业署啦，他们就说：“哎呀，不会有影响营业的问题，因为都可以转。”这是渔业署说的。但是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去年的小卷之后的白带鱼根本就没有接续，所以呢，这个众多的外籍移工就被签下这样子放无薪假。因为近海渔船的外籍渔工效用国内劳基法，监委表示。在中人甲雇主的做法，嘛违反国际组织的公约，互台湾人权的名声受到真大影响。监察委员即届除了提出纠正以外，嘛呼吁各部会都要针对无掠鱼的期间，渔工的问题提出配套的措施。记者林孝凯台北报道。来看台北孔子庙文化季今仔日起过，这台北孔子庙伫咧清朝时期是台北府文庙，嘛是台北建社起的第一座孔子庙。1907年去予日本政府拆掉，敢若剩一块石碑。不过旧年嘛已经去予树仔地派去。今仔日市府和孔子庙管委会嘛定再拆一块新的石碑。礼甲医生动作整齐、仪态严肃，来到石碑头前，这是孔子公圣驾头前的仪队。办是台北孔庙管委会和台北民政局来到清台北府文庙古碑的位置，为新拆的石碑办改碑仪式。嘛，请大量国小中、庆国中的正典礼甲医生做伙来参与。过来，伊嘛伫咧今年的孔子公祭拜大典当中跳义舞。台北孔庙开始跳义舞这个时代，大概是在民国20年的时候，1931年。孔庙成立的时候，就会有学生在跳义舞这样子。对，那我们学校历史上有记载的话，大概是民国45年开始，就是由校内老师来担任教练啊，教授学生跳义舞。新的石碑中加做一个台北孔子庙的模型，和英国拢是字的古碑真无共款。民政局讲，希望会当互人注意到台北孔子庙的前身台北府文庙，到底真卖台北市立大学。文庙是1879年时起的，后来拆掉，敢若剩一个古碑。民政局表示，去年因为树仔倒去，甲古碑地歹，所以佮采新的石碑起哩。那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祭孔嘛，那另外我们为了要让那个现在的年轻人能够去了解孔庙的相关的那个文化，孔子儒家的思想，所以会办一些市集、研流会、讲座。
另外，台北市孔庙管委会表示，今年是台北建成140周年，文庙嘛是当时建成的时期做的有重要的教育意义。管委会表示，台北孔庙文化季按9月初5开始，有办相关的讲座和古籍修复纪录片、首映会等等的活动，要招民众聚会来参加。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云林埔尾建国贯穿去年启动景观活化计划，煞甲贯穿较早活动中心的舞台拆掉起变数。当地就批评这历史记忆会就安尼消失。即阵县府收到诉求，答应要甲变数起伫咧别位，按那本地铁搭会保留来做文书展览。日军所留来的水塔，民国50几年时，因为军官搬入去住，伫水塔边位拍坎增加高度，荒废1年后。文管府去年启动景观修复，搁伫塔顶弄空，而且搁将早年是贯穿的活动中心舞台区拆除，要改建新变数，互地方也会无度理解。如果今天是盖在那旁边，我们绝对不会有太多的意见，而是他现在盖在这里，是把我们整个在眷村，我们在做眷村文化保存，我们在做历史的调查。他把我们整个的历史里面，把我们这个地方给我们断掉。要保存文化资产的那个价值嘛，它以前留下来的那个价值，你把它变成厕所的话，那文不对题啊。过去捌伫贯村大的居民表示，离村的活动中心是过去所有的居民参观活动、表演跳舞的场所，但现在规个改成变数，未来如何延续历史记忆？对此，县府城乡发展处表示，因为建国离村当年荒废。造成治安的死角，这个园区规体恢复开放较高的氛围来进行活化。在去年12月的时候，我们在施作的过程当中，施作之前就有透过文化资产委员的现勘之后确定完之后。我们才做。现在大家如果有不同的意见，那我看那整个动线，事实上改成一个文化场域的一个展览或者介绍其实是非常好的。有网友表示，按在地文书团体沟通后，尊重地方的期待，保留贯穿重要文化记忆，再搁找其他适合场地兴建变数，将原本的时间处转为文书展览区，希望创造重要活化、艺术传承和公共发展三赢。记者向为你报道。根据英国大学研究，全球逐年制造5700万吨的塑胶粪扫，甲因摊起来差不多是美国帝国大楼的宽度。而且这寡塑胶粪扫超过2/3拢是伫咧南半球的国家，其中印度的塑胶污染是上界严重。伫巴尔干半岛的波斯尼亚加赫塞哥维那，规条海流差不多去无路用的塑胶干仔甲其他粪扫砍去。这个所在是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粪扫安排场，向向来大火，互清洁工人敢若会当伫充满火粉的环境内底工作。英国利兹大学测试伫自然杂志公布互人意外的一个数字。全球逐年所生产差不多5700万吨塑胶粪扫，会当砍掉规座美国纽约中央公园所囤起来的粪扫量，相当是纽约帝国大楼的宽度，而且这污染超过2/3是南半球来的。We have a major challenge across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reason behind it is the 1.2 billion people we estimate that live without any provision of solid waste collection services. So these people have no option but to dump or burn their waste, which results for plastic pollution for the plastic items that are contained in there. 利兹的研究人员透过 AI 技术研究全球5万个城市对废弃物的管理模式，发现全球有15%的人口生活在无资源回收加废弃物处理的情况下。在这5万个城市内，研究显示，印度的塑胶污染上严重，当年有1020万吨，超过排名第2的奈及利亚加印尼的2倍外，加真济。中国排名第4，其他主要的塑胶污染国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俄罗斯，也有巴西。在这8个国家造成全球1半以上的塑胶污染。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天气报你知，再来关心下半晡的温度。北部地区31度到37度。中部地区30度到35度，南部地区30度到35度，
东部地区30度到33度，外岛地区29度到35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芝，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